Hello 姐姐，你叫咩名啊 Q Listiana。 ？Listiana，嗱，我而家幫你錄 video 揾老闆啊嚇。姐姐，你今年幾多歲啊？差唔多46歲。46歲，結咗婚未啊？結咗婚。有冇小朋友？有幾多個啊？兩個。兩個，幾多歲啊？佢哋20歲同埋15歲。20同15歲。你老公係咪印尼啊？而家係印尼啊。而家喺印尼做嘢嗱，你印尼住喺邊度啊？中扎花。中扎花，即係ဂျ卡塔同蘇拉巴雅中間。中扎花。十萬啦，三寶龍。OK。嗱，你以前嚟香港之前有冇去過其他國家做嘢啊？杜拜2年。杜拜2年，照顧咩人啊？有小朋友，正講正屋企煮飯。咁跟住2年就冇做，就過嚟香港啦。唔係啊，喺印尼。印尼。係一齊做 family 喺屋企啦，喺屋企咁。休息咗一陣。休息咗幾年？好耐啦，2013過嚟。2013過嚟香港。係咪啊？係啊係啊。哦，咁你2013過嚟香港，你第一個老闆係做咗幾多年啊？喺香港啊？係啊。2年喺杏花村。杏花村。係。2年，照顧咩人啊？小朋友。幾多個？2個。幾多歲啊？記唔記得？8歲同埋5歲。咁點解做咗2年冇做嘅？跟住我係齊玩。咁嗱，但係杏花村2個小朋友做咩冇做啊？2年。唔做啊，因為同小朋友瞓覺啊，佢成日都有見，所以即係冇你又即係小朋友夜瞓，你又冇得瞓，所以就 share room 就唔做啦。係啊係啊。咁跟住就去咗柴灣。喺柴灣2年。照顧咩人啊？有小朋友 boy。一個小朋友 boy。咁做咗2年，咁點解又唔做啊？冇間房。又係冇間房。係啊。但係你唔係知㗎啦咩？你做嗰陣時，佢哋冇同你講話冇自己一間房咩？只不過。你以為都 OK？不過佢話，佢冇講呢啲啊。上次冇講。冇講呢啲，你又做咗啦。點知原來先至知道冇自己間房。係啊係啊。咁跟住咧，柴灣冇做之後咧，去咗邊度啊？沙田。沙田做咗幾多年啊7年。7年。7年照顧咩人啊？有1個小朋友。幾多歲啊 ？BB 照顧到佢7歲。不過有姨姨嘛幫手。有爺爺幫手。姨姨。係啊，姨姨幫手，佢買餸，跟住幫 BB 沖涼，同埋陪佢。我咧正講正屋企煮飯要幫手佢，如果姨姨要食飯，我要陪 BB 咁樣啦。個姨姨係咪一齊住㗎？唔係，佢9點鐘返工，朝頭早，跟住下晝咧5點鐘走。佢姨姨喺度一齊做咗幾多年啊？到而家就9年啦，而家佢。而家都仲做緊啊？係啊，姨姨仲有喺度啊。做咗好耐㗎喎。係啊係啊，平時3個月2個月嘛。但係老闆好忙啊，佢要返工。咁做咗7年，咁你就冇做啦？喺嗰度沙田。我返屋企。2個月走。2個月跟住係。就再嚟香港啦。係啊係啊。咁點解你沙田做咗7年唔做，要翻去屋企啊？我有少少唔舒服。少少唔舒服咩唔舒服啊？我上游食啦，跟住佢唔等我又食咁耐，因為佢好忙啊，所以。即係佢唔可以冇姐姐，咁佢就唔等你，就請過另一個姐姐。即係你做咗之前杏花村2年，跟住柴灣2年，跟住又加沙田7年，就10幾年，你想休息下，就翻去印尼係咪？係啊。咁跟住翻出去印尼，你休息咗幾耐啊？杏花村。唔係啊，沙田啊，你咪翻去印尼嘅，休息2個月。8月我翻去，跟住咩？呢個咪10月過嚟咯。2024年嘅8月就翻去印尼啦，跟住咧休息2個月，10月咧就再嚟香港。咁呢一個老闆咧就係住喺將軍澳。而家係。係啦，將軍澳。咁係照顧咩人啊？老人家。幾多個？2個呀。健唔健康？佢健康。健康，即係唔使去廁所啊，唔使幫沖涼啊嗰啲。唔使啊。咁點解又做咗2年唔做啊？
冇間房啊！又冇間房，但係姐姐你次次唔做都係冇間房，但係你做之前你唔係知道嘅咩？你唔係知道有冇自己房嘅咩？我之前冇間房，不過佢廁所唔係前邊，佢廁所係後邊，所以佢唔再傳我嘅。哦，即係個廁所係你有自己廁所你就冇所謂。唔係啊，一個廁所，不過廁所喺後邊啊，近同埋佢間房，我喺前邊瞓過，所以佢冇行去行去，冇啊。哦，即係你瞓覺個地方，以前咧就係、個廁所咧就唔係喺你面前行嚟行去，即係喺近佢嗰邊房嗰邊。所以遠啲，所以唔出。係。係啊。咁但係佢依家呢個咧就好近你嗰度，佢次次去廁所你都聽到喺你面前行嚟行去。係啊。但係你唔知嘅咩？你做之前佢冇同你講。佢冇講啊。哦。佢話兩個人健康咁樣。哦。所以佢講冇間房，冇問你冇間房。不過咧，你做落就係佢成日喺度行嚟行，夜晚。係啊。去廁所。夜晚都3次2次啊！我其實12點先休息啊，點要瞓覺啊？即係12點休息，仲要成日去廁所，你就好難起身啦。即係成日起身啦，你就要。即係嘈住你瞓覺。係啊。好啊，咁姐姐你買餸煮飯嗰啲，你識唔識啊？識煮飯煮餸。煮啲咩香港餸啊？好簡單啫，燜皮瓜，跟住整雞、整魚、煲湯、炒菜咁樣啦。煲湯煲啲咩湯啊？誒弟弟教我嘅，要煲呢啲咁樣我煲啦。咁如果太太唔同你講你識煲湯嘅話，你煲啲咩香港湯啊？識得？好簡單嗰啲。例如咧，你琴晚有冇飲湯？我冇飲湯，因為有豬肉。咁煲啲咩湯？我食豬肉啊，我可以煮嘅，不過我唔食。咁你幫佢哋煲啲咩湯啊？你講一兩個俾我聽下。我平時啊。係啊。平時睇睇嗰啲咧，粟米、紅蘿蔔、青蘿蔔，跟住要加蓮子啊，唔係蓮子，佢中意黃豆，佢中意教黃豆同埋雞翅、雞翅乾，咁佢自己教嘅，所以淮山咁樣咯。淮山嗰啲。係啊，淮山嗰啲。OK。同埋一包一包佢買嘅，買嗰啲一包一包嗰啲。係。即係，有啲咁嘅樣。係啊。好 OK，好唔該姐姐，拜拜。